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不能买酒的饭卡，很高兴今天又收到我们时光代理人的邀请啊，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最开始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对于这个认知还是停留在可能像第一季的时候，所以我当时想的其实是可能是更怪力乱神的这种感觉。第一时候想的更多的就是说一种很绝望的感觉，一种好像主角团面对的是一种未知，面对的是一种恐惧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后来的话，其实就是慢慢也是跟就是包括李导，包括跟项目组的伙伴们沟通，然后就是说了解到 ，OK， 其实它是有明确的角色，所以就是会更像是一种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针锋相对的这种。首先，比较好去就是确定的是妹妹李天熙这个角色，因为她在剧情当中是一个不开口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给她设计的一个定位会是一个键盘钢琴，尤其是钢琴这种可能本身就包含很多情绪，然后也很细腻的这样的一个乐器来去代表李天熙这个角色。李天成其实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的桀骜不驯一点，更加的就是会带有一点这种小小的偏执和扭曲的感觉，给他配了一个吉他，就是想要去凸显他这种更加爆裂的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其实在他的段落音乐里面其实也是以这种偏锋利、偏凌厉的这种说唱的段落为主。刘潇这个角色其实正片里面出场的戏份是很少的。但是我们都一致觉得他其实可能更像是这个真正的一个幕后的主脑，他也没有弹奏其他乐器，他就是一个主唱，他是真正的那个发声去表达的人的那种感觉。我们这个段落的歌词一定是第一人称，就是说以角色的这种视角去出发的。其实我很喜欢李天成他的第二段里面开始那一句，就是暂时藏起了利爪和鳞片，魔鬼藏进他黑白的琴键。不光是因为它是一句双押，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把李天成就是我心目中这个角色的这种棱角，以及他这种隐藏棱角的这种所谓的面具，去想要去写出来的这种状态。黑白的琴键也是指他和他妹妹这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共生合作关系，然后利爪和鳞片当然就是他一些所谓这种伤人的这种部分。刘潇的部分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歌曲的最后一句，没有归处的人呐，静静沉睡吧。就他其实可能在我的想象当中，他要的并不是所有人血流成河，他要的只是所有人就是永远沉沉睡去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更可能符合他这种孤高这种相对来说清冷一点的这种形象。我个人觉得，对于我自己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这次的歌其实是蛮大的一个突破，因为这一首歌里面，首先我们在录音的时候，那个配唱的老师就跟我说，这歌没有一句就是 flow 是一样的，对，包括说两次像我们就是编排像两次副歌同样的这种 hook 的段落，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质感和不同的这个编曲和它的这个节奏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整首歌非常的就是在我看来，可能是我写过最具有戏剧化的这么一首作品。盗火者这个名字其实是我的设想当中是给自己的名字，而不是一个我们观众赋予它的名字。盗火者这个意喻本身可能就来自于之前的神话里面，就是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走了火种，然后给人类使用，然后与此同时他受到了无尽的这种折磨和摧残。他们得到了一些普通人没有的超能力，也因此背负了很多可能就是自己的这种，不管是负面的情绪或者所谓这种恶意。虽然自称为盗火者，但其实他们造来的火种也是用来作恶，不值得提倡。这是我第一次可能说在时光这一个大家庭里面第一次去给别的人去写歌，然后而且是角色的这个嘴里面唱出来，就是不光是时光，这是我可能是职业生涯至今第一次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方式。其实我们需要做很多的这种贴合剧情、贴合人物的这些修改，这个过程其实也蛮新鲜的，对于我来说，而且你要在耳机里听着他是这个角色说的话，就是这种场景代入感其实
是一个平时我自己做音乐、自己发歌不太会遇到的情况。然后在这一次里面，就这一次的这个过程里面，体验到这块，我觉得还挺新鲜的。这个确实是纯属巧合，因为我们在这一个时光代理人的这个宇宙里面，大家都会就是做的这一系列剧情的推进，都有一种在倒数的感觉。只是说大家可能看着站在不同的方位看着同一个倒数的钟，所以大家都会想到说3210，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感觉。所以也是一种不光是巧合，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默契。做了2季下来的默契。好，这里是不能买酒的饭卡。这一次为时光代理人设计的歌曲将会收录在 Neo Aurora 限定专辑里面，记得关注。然后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时光代理人，也继续支持我个人的音乐。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